谢谢文华。咱最后一首的首演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基督文。基督文是耶稣伊的门徒请教耶稣讲要安怎来祈祷。耶稣这个收录在马太福音6到19小节里面，这个经文就是耶稣咧甲伊的门徒讲，恁就是爱安尼祈祷。我有时人会叫我讲祈祷，我就念这篇诗篇做我的祈祷文，真欢喜。我再三我要搁甲叶甲老师、万老师甲点心蛋遮的朋友，会来甲恁说多谢，就是即长久以来我的作品拢由叶甲老师来咧诠释。伊的诠释呢，比咱台湾的指挥的老师无较歹，毋是。嘛无较好哦。听有讲，无人比伊较好。但是，我中华的老师数一数二啦。哦，呢。阮廖老师伫安尼，袂使讲你上好。我们现在，我们用足欢喜的心来请点心堂的合唱团，请点心堂的指挥来给咱发表这个祈祷文。这是台湾版的祈祷文，阮有了一个国语版的祈祷文，同款拢是很虔诚。多谢你。请咱做伙祈祷。
修